不是把它当成是。史密特，你来了！史密特，这一次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哎，你刚说到哪里啊？是不是真的会被除名？啊，所以说一些低端的炒作方式，我们是绝对不会采用的。尤其是最近的假消息，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子轩的工作和心情了，所以我们会交由律师来处理，对造谣的人提起诉讼。你知道是谁在造谣的吗？这样说是有在影射谁吗？你是不是有所隐瞒？你在隐瞒什么？没有跟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情？你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刚刚问的是最佳女演员子轩是被除名了。哦，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评委会的通知。我相信具有公信力的评审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子轩药味代言的品牌开幕剪彩，所以现在活动开始。失策，还以为看得到星星呢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你怎么突然想看星星啊？哎呀，那些不过就是一些死掉的恒星星体罢了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史密特，我一定要送你一个称号，3个字：解嗨王。那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啊？没有星星，突然不想说了。哎，你耍我啊你！谁叫你运气不好？把眼睛闭上。要干嘛？想偷袭我？哎呀，闭上眼睛嘛，快点。哦。可以睁开了。还说不是偷袭我？啊，你看到星星啦，可以跟我说了吧？等一下，史密特，我现在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可以回答好或不好。我想嫁给你。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？答不答应嘛？你真的一点都不害羞哎！你还笑？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求婚啊？你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谁知道你哪一天会突然消失不见？所以你在的时候，我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来抓住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让你嫁给我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这是什么？你送过我一条手链，这是回礼。好了，定情信物都有了。哇，那我要戴上。帮你。好。玉雪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
又会怎么样？怎么突然说这个啊？你这次回来就不会再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就结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他明天会怎么样。你不可以自己逃跑，要是你不见了，我就跟你一起消失。哎。雨雪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见了，我希望你还是可以怀抱着希望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去帮我吃我吃不到的东西，去帮我体验我体验不到的人生。你干嘛这么严肃啊？多愁善感的未来人，你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？没有啊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那个萤火虫是哪里来的？你怎么突然想看星星啊？哎呀，那些不过就是一些死掉的恒星星体罢了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史密特，我一定要送你一个称号，3个字：解嗨王。那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吗？来喽，早餐来啦！开动吧。开动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一口。又来了。热狗呢？我的早餐呢？你的早餐我帮你准备好了，来吧，早点出门吧，免得迟到了。来，哦，要记得拿。时间还早。我怕你迟到嘛。来，穿鞋。那你自己吃早餐了？拿好啊。慢吃啊。拜拜。拜。怀表裂缝已经无法修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崩裂，陷入永恒的黑洞。有些事情终究逃不过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黑洞代表的不是吞噬，而是无尽的孤单。